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但是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增加1209例本土病例，头一届病例数超过2000例。行政长苏贞昌宣布要开始停用快台市街。总统蔡英文解读其他隔离，今仔早起接见美国联邦跨党派参众两院6个议员的访问团。和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档的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德，今仔已经放放出来，10点外嘛飞返来台湾咯。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1209例本土病例，嘛是咱国内头一届一日胃着病案例数超过2000例。今仔嘛增加10个中度的病人，高雄佮花莲的病例数是增加袂少，嘛正做是高风险的地区。指挥官陈时中昨虽然有接触确诊者，今仔伫记者会进前又做快筛是阴性，所以照常主持记者会。陈时中嘛讲哦，大家爱接受这波大规模的感染，上新的情况，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的说明。确定病例今天成长的比前2天都来得多，现在这个报告出来的是1209人，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本来是北基桃是高风险区域，那今天我们又增列了就是花莲跟高雄2个区域是高风险区域。那居家照护新北市已经启动了。那今天那个高雄也来申请，那我们会尽快的能够让这2个地方都启动。那美加纽澳疫情相对的趋缓，那航班将从落地采检调整为唾液采检。我们今天增加了10位中症中症的病人，所以中症的病人是0.41%，那重症仍然是维持是2位。那为了今天本来要考虑要不要来开这个记者会怕大家也担心，所以特别把这旁边的挪开，前面的距离也弄比较宽。然后另外刚刚才做完这个快筛了只有1条线，请大家放心你昨天也进了我们那个辉瑞大概4100剂在第2剂35万人份这样的一个准备量我们认为是应该是够的。24类的场所要打2剂的，现在增加要到打第3剂。来看花莲台东这2个县市疫情嘛在炭烧，花莲病院佮辐射的护理之家，计共有87医护人员佮员工病人确诊。花莲县嘛已经宣布讲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延期，今仔花莲所有高中职以下学校嘛拢预防性停课1天来做大消毒。台东县政府嘛有主管佮交通队长确诊，县政府嘛已经开始分流办公咯。台东县政府传出一个副处长甲警局交通队长确诊，透早县政府进行大消毒，各公布要求各办公室员工注意防护，请同仁务必戴好口罩。卫生局已经考虑县政府内有接触过的23个员工，包括7个以及主管隔离。县政府也要求有感染疑虑的局处室采取分流办公。民众要来办代志，要严格量体温，是连坐再当入去县政府。相关的工作的推行都还在进行当中，不会受影响但是对于洽公的民众可能会有些许的不方便。台东县疫情爆发的成功镇，卫生局持续伫海滨公园开设快筛站，透早就有上百个民众入来快筛。花莲县疫情上严重的部立花莲病院，目前为止有87个人确诊，病院已经停止门诊急诊服务。病院实施的一个资助科大学生囡仔也防感染，学校已经接学生囡仔登去隔离，同时对接触过的师生也进行隔离，并延长学生囡仔远距离上课到24。我们针对在花莲慈济医院、跟布丁花莲医院、门诺医院跟国军花莲总医院实习的96位护理科的学生我们就展开了线上的远距实习课程。受到这届疫情的影响，花莲县政府宣布15开始到2日，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部分比赛延期。花莲县的高中职以下学校今仔日预防性停课1天，学校进行消毒，师生远距离上课。还是有必要啦，因为疫情的关系，有没有？可以提早预防，我们就尽量提早预防。花莲县卫生局呼吁全县差不多拢是感染疫区，请民众注意个人的防护。花莲县政府也宣布后礼拜全县的国中小学也是依照全中运的规划放假到2日。记者综合报道。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本地明仔特别伫花莲县开幕，也毋过因为国内疫情的关卡，为了保障选手安全，花莲县政府昨暗就宣布讲比赛要延期哦。会佮看疫情的情况，才佮宣布讲什么时阵要开始比赛。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本来伫4月16到2日要伫咧花莲举办，也毋过县府伫咧14号临时开记者会，宣布延期。为了考量到我们选手、还有家长以及我们教练整个赛场的安全，所以我们在今天宣布，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4月16号延赛。花莲全中军总共有22种竞赛项目，有超过1万位选手参加比赛，其中自由车场地赛甲溜道已经完成比赛，轻艇竞速甲巨轮溜冰也已经开始。也毋过受到国内疫情升温的影响，有超过100位选手因为被课列隔离，无法度到花莲参加比赛。本来要支援全中军医疗服务的部列花莲病院，也传出院内感染。花莲县府伫咧14号得到教育部的同意，111年全中军延期举办，等疫情较稳定，结果另外选时间比赛。也毋过，省会团队也个已经进行的轻艇、跆拳道、巨轮溜冰、网球、亚当加射箭是继续进行到结束。将在选手已经自全台湾各地到花莲准备比赛，当大门洋市的业者也已经传好啊，这么比赛延期，因正无奈。难受，应该是不好吧？为什么？就没有人了啊，没有游客，没有选手，没有家长。多少对摊商都会影响啦。可是如果说来比赛的选手带着确诊回去的话，对我们花莲也是一个重创啦。业者讲已经传好了，若未囥的，只好请出来人先到食，或者是分好厝边头尾到食。因若选手教练大部分，县府已经甲饭店、旅馆、民宿有共识，替订房拢未另外收费。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嘛要求所有大学爱先规划隔离宿舍，学生若属是密切接触者，就爱留伫学校的宿舍隔离。即嘛传出讲，花莲的自治大学有5个伫病院是10个学生甲1个老师确诊，因为学校拢无说明讲确诊者住伫对一间宿舍，嘛无互全部学生拢去做快筛哦。即嘛学生甲家长是真惊吓。新冠疫情拖入校园，14日天全国增加132个学生确诊，其中本土占117个。校园的确诊者愈来愈多，教育部13发文互各大专，要求爱先规划隔离的宿舍。若是学生互人科列做密切接触者，会当直接伫学校的宿舍隔离。新代表示已经准备好势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光山社变成居家隔离的宿舍。这一栋宿舍同一个礼拜有100个人确诊，它会被匡列的可能有400-500个人，只要是匡列密切隔离者，我们就会在这一栋宿舍。隔离的宿舍就要1个人1间，大数代表明无法度符合标准，就要和防疫旅馆合作。因若伫咧花莲的自治科大，拜2、拜3陆续传出有至少5个去病院实习的学生，甲1个老师确诊。有住宿舍的学生指控，校方伫前2天拢无通知住共楼层的学生讲，有确诊者就要加注意。另外，还有1位确诊也未列暗号的学生，佫讲，啥物代志拢要家己来处理。让那个确诊者自己回来收拾东西，因为我们都跟他们共用浴室及厕所，然后我们应该也会有点危险吧。我们就有询问说，那我们的3餐是否能够帮我们送？他们的回答是说，目前人员不足。自治科大无接受访问，干那用声明甲录影的方式说明，强调确诊的学生是住入去1人1间的隔离宿舍。隔天早上呢，我们也有逐一电话来通知家长。那餐点的部分呢，我们都是同步提供当天的晚餐跟隔天的早餐。住宿舍的学生讲，互人科列的学生目前确实是已经下面分流，不过代志发生伫咧拜2、拜3，学校到拜4拢无通知。拜1、拜2去实习的学生，有人转去厝里，嘛有人转去宿舍，认为校方防疫做了无妥当，引起学生惊吓。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病例数一直在增加，今仔就增加超过1000例。专家嘛预估，未来逐天拢增加上千，甚至上万例，这嘛毋是无可能的代志哦。这嘛上重要的是防疫检测，嘛呼吁讲老大人上好拢爱注3档的疫苗，国内嘛爱准备充分的抗病毒的药物，才好通甲病毒共存。
旅客入境伫机场拢爱做落地采检，不过即马所传出哪像防疫有空芳。4月12日下晡4点半，一只外籍航空的飞行机飞到桃园机场了后，甲旅客做落地采检，发现有6个确诊者。不过煞因为救护车无够，确诊者伫机场等8点钟，才再去集中检疫所隔离。地勤人员烦恼讲，安尼恐惊会增加病毒外传的风险。大概要等多久？不一定啊，不一定。他有车子他就送走了。他们有车子就等很久就对了。就在等这样。地勤人员会紧张并不是无原因，因为新冠本土病例14超过800例，佫创下历史新高。专家预估，未来每一天增加1000外人，或者是1万人，拢有可能。即马第一要紧是爱减少灾害，侪伙人爱完整做过疫苗，政府嘛爱甲抗病毒的药啊传好势，才会当渐渐甲病毒共存。就是要去打疫苗，要赶快，如果有问题赶快去诊断，然后要注意个人卫生，戴口罩、勤洗手。那一旦生病，一旦怀疑自己被感染，赶快去看医生。另外，新北市14举行居家照护的记者会，传出有2个采访的记者阳性确诊。迄当阵，市长侯友宜、甲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还有发言人曾仁祥拢去参加。侯友宜伫第一时间做快筛是阴性，不过陈时中甲曾仁祥说，干那需要自我健康监测，引起外界质疑讲标准哪像有关系感。感染以后，它会有一个潜伏期，那潜伏期来讲，正常，它假如说有症状出现的时候，那就表示它的病毒量已经升高到一个程度。做筛检的话，那应该就比较容易筛检出来。专家强调讲，病例数增加是百面会发生的。嘛讲卫福部已经甲全台湾各县市召开医疗应变会议，上紧后礼拜1会启动全台湾居家照护计划，互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人伫厝内隔离照护。不过细节还未定案，也会等指挥中心正式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民众拢想要买快台汽车哦，也毋过药局拢欠货。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宣布讲，要开始来订用快台汽车，目标是逐个月4000万份，国军嘛协助厂商来生产。另外，指挥官陈时中嘛强调讲，快台汽车数量一定有够，嘛有稳定的绩效。请问一下，你们还有快筛试剂吗？不好意思，从昨天就已经卖完了，不好意思。赶伫上班进前去一抓药房，想要买新冠肺炎快台汽车，煞买无，因为传出市面上的快台汽车即嘛大欠货，有钱嘛无得买。因为公司的政策嘛，就是希望能够要先做快筛，知道那个现在的身体状况。最近本土疫情大爆发，14新增加确诊人数超过800例，不少民众烦恼会去话着，开始小济买快台汽车。药师公会专利会证实，伫上北即嘛要买快台汽车是真好买。供应商他现在除了要供给这些零售的业者以外，还要再准备供给政府以提供像快筛国家队以及一些公费的乐区的一个发放的使用，所以的确现在交货上是有点困难的。民众快台的需求增加，不过快台汽车一支都要台票3个几，比外国卖还佫较贵。行政院长苏贞昌14主持行政院议会时阵宣布，为即马开始启动订用快台汽车，加做防疫物资，目标是1个月生产4000万支，国军嘛派人协助厂商来生产。在今天启动了征用快筛剂，特别要感谢国军弟兄再一次的投入人力帮忙。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很快的达到每个月生产4000万剂的目标。苏贞昌表示，本土的确诊人数加悬，这是无法度避免。不过政府会看疫情的发展，来调整防疫政策，确保疫情伫咧会当控制的范围内。也若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嘛表示，会赶紧启动公费的快筛，而且袂因为订用快台汽车，就来破坏市场的秩序。嘛强调讲，一定会甲量保护牢，绩效嘛稳定，互民众安心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辉瑞 BNT 最近有实验的结果显示，讲5岁到11岁囡仔注2档的疫苗，经过半档，佮再补1档的加强剂，免疫反应普遍拢有提悬。嘛发现讲有囡仔抗体增加36倍，对抗奥密克戎病毒并无问题。虽然这报告还未公布，也毋过按算讲伫未来这几天就会来申请紧急授权。辉瑞 BNT 14讲，伫最近一场小型的试验，对140位已经做过2剂新冠预防剂的青少年的加强针做研究，发现半年了，搁再做第3针，免疫反应普遍拢有提悬，也发现其中30位健康的5到11岁囡仔，因的抗体增加36倍，有法度对抗高传染力的奥密克戎。这是辉瑞 BNT 这个当天奥密克戎疫情爆发的时阵，
所做的儿童加强针的试验，不过这款资料也未公布，也无经过独立专家的审核。虽然美国这么感染人数已经降真多，不过伫咧最近几礼拜，更加有传染力的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 已经慢慢取代之前的 BA.1， 真侪主流。纽约州13就宣布，全州的范围拢有发现这两种病毒，而且复活节的假期也要到啊，所以希望民众一当保持警觉。辉瑞 BNT 按算这几天，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申请591系健康囡仔的加强针授权，并且将资料分享给欧洲等其他的监管机关。辉瑞 BNT 儿童疫苗是目前唯一适用在美国囡仔的疫苗，5到11岁囡仔疫苗的剂量是12岁以上的1/3。美国在去年11月开始给5到11岁囡仔注辉瑞儿童疫苗。到即马只敢若有1/4的囡仔做过2剂，政府即马是也未准5岁以下囡仔做有风险，因若少部分5到11岁免疫系统不全的囡仔是建议应该做第3针。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总统蔡英文解读居家隔离，今仔早起接见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头位议员葛瑞姆的访问团。这个访问团是有来无共党派的参众议员的议员，美国议员来台湾，就是要表达因对台湾的支持。这次访团的团员横跨2院，也横跨2党，显示台湾在美国国会获得跨党派的高度支持。在座贵宾都是台湾的好朋友，非常感谢各位长期在美国国会坚定支持台湾，积极推动台美关系的发展。America has been politically divided, but I want you to know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we're unite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the Ukraine and the Communist Chinese provocative behavior has united America unlike any time I've seen in recent memory. 葛瑞姆议员表示讲，伫罗西亚甲乌克兰小镇的这时间来台湾访问，就是要来表达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伊嘛强调讲，针对中国的威胁行为，应该爱互中国付出代价。议员嘛表示讲，因伫出发进前哦，拢有收到中国表示反对的信息，也毋过嘛是坚持讲要来台湾表达支持。国台办今仔嘛强硬回应讲，这是无法度来阻挡祖国完成统一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要求美国爱用实际行动来表示讲无支持台独，嘛要求美国唔通讲一套做一套。大家拢真烦恼讲中国会来拍台湾，之前国防部有推出全面国防手册范本，讲若是拄到攻击、欠水、失电，建议民众讲当卡客户服务的电话，或真侪人拢感觉是真离谱。有民间单位最近有出版一本《公民行动指南》，提醒民众讲会当来准备净水的设备，嘛教民众安怎来区分国军甲中国解放军。两化精神紧张，国防部发布全面国防手册范本，教民众战争安怎救生。即马原来有民间版的民防手册《公民行动指南》，讲中国对台主要的侵略手段就是资讯战，也甲无真明确的作战方式。若面临空袭出现停电欠水，国防部手册是建议卡客户电话。民间版的是强调平常时都要准备净水源、简单的滤芯滤水器。你可能会带一个净水器，甚至净水锭，把这个污水就是变成可以使用的水，然后也考虑到，如果战争或大规模灾害持续，那没有电怎么办？手摇的收音机，或者是可携带的那种小太阳板。我们从创伤急救开始，因为保护自己、救活身边的人是任何灾难应变时最重要的第一步。在捷运站都看到都有 AED， 那 AED 旁边也应该有急救包。学者指出，用结合爬山野外社团的专业知识，和手册的生存指南实用性大大增加。一旦台海发生战争，民众爱大声保护家己。两军交战引起枪战，手册也教咱民众身体压无低趴伫涂骹，判断枪支可能方向，找找红毛头的建筑物来做暗号。若是国防部的版本无详细判断安怎辨认敌我，若是公民行动指南是用图一个简单的方式分做国军甲强军。我们对于国防安全或者是国家安全的免疫力来自于知识，
来自于知道我应该怎么做，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特征汇报也是战争阶段民众爱学的生存要领。李伟指出，全民国防唔那是国防部的责任，政府民间必须做阵合作。针对全民国防手册范本争议不断，李伟是要求政府爱听民意，重新改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代替公司法条例草案，后礼拜是要伫立法院审议，和代替企业工会是真不满哦。今仔因阁再甲交通部长王国材协商，双方嘛是无达成共识，协商破局。工会是发起5亿劳动节无要加班的行动，目前嘛已经有12000个代替员工响应，到时阵可能有90台火车会受到影响。因为不满政府无甲代替基层的员工沟通，都要硬推行公司化。代替工会按算伫5亿劳动节发起无加班，目前差不多12000个司机员加入人数。铁路组织法的部分里面口口声声是在讲，就是说他有跟工会协商。其实那60几场全部完全都是主管被要求过去参加的那个协商其实那都是假的啦。再去交通部长王国材去代替，亲身甲工会主要的干部沟通。不过，无到1点钟就破局。工会伫第一时间发声明表示，因基全哪立法哪红梳头，互骗甲圆圆势。交通部伫会议还阁临时提出所谓的让步，或者是已经避无咱的提案，互因是完全无法度接受。即马协商破局，会持续鼓吹不加班。今天虽然不顺利，但是我还是会陆陆续续的，尽各种可能跟他们在沟通。改革列车如果撤回，这不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啊！我会坚定的再继续走下去。工会强调讲，希望资方会当诚心来面对全国的人民，甲落错制定行政院版本的公司法草案摕倒转去，强化落实安全项目。针对这点，王国材讲，就算劳动节所有火车拢无法度驶出去，改革也是会持续进行。目前已经伫咧拟定其他搬车的计划，按算最近会公布相关应用的方案，嘛会搁找工会来协商，莫互场面无甲遮尔歹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的 NGO 工作者李明德，进前和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档，昨已经互放出来了。今仔早起，伊对厦门要坐飞机返来到台湾，因为考虑到安全的问题，中国方面是派出公安，和李明德去机场直接通关了。大约伫早起的10点15分，已经飞到桃园机场了。李明德落飞机了后，去环宇商务中心做采检，嘛对商务中心直接通关了。坐防疫客丁车离开桃园机场进行检疫隔离。李明德太太李静茹早是有发声明表示讲，因为李明德需要隔离，所以无法度伫第一时间甲新闻媒体佮有朋友来见面。也毋过等待隔离结束了，就会开记者会来感谢大家的关心。再来看，又搁有非洲的查甫人，和美国警方枪杀。密西根州警方公布画面是显示讲，有一个26岁查甫人伫4月初4，可能是因为拒绝警察临检伫要逃走的过程，甲警方发生冲突，佮要抢警察的枪，最后是互警方开枪弹死。家属是认为过度执法，嘛引起当地民众示威抗议。Get in the car, dude. I'm stopping you. Do you have a license? Do you have a license? 警方发现路边停一台可疑汽车，要求26岁查甫人李奥亚提出驾照。查甫人先是嘀嘀嘟嘟，所来门拍开，甲车内的乘客讲几句话了后，下一秒起脚就走。No. Stop. Stop. Put your hands right. Stop. 双方扭扭拉，李奥亚真侪解想要离开，也阁想要抢走关键手头的电击枪，到尾关键将人压倒伫涂骹，阁向头部甲开枪，查甫人当场死亡。规个事件发生伫4月初4早起，美国密西根大吉流城。事后，警方召开记者会，公布灭落去的画面。This is a difficult day. My heart goes out to the family of Patrick Lyoya. 不过，李奥亚家属甲律师质疑，名作是敢若因为车祸甲车型对袂起来，警察就动手。对无摕武器的民众来讲，使用无必要而且伤过度的武力，是毋是有执法过当的嫌疑？李奥亚一家伙仔为着闪战乱，为刚果移民来美国，无想到到尾也死伫暴力。家属是愈想愈冤切。My heart is really deeply broken. Sikuwa najua kama katika hii nchi I didn't know, I didn't believe that in this country kama kuko genocide. That there is a genocide in this country. 又搁有非裔查甫人互人射杀，搁引起民怨。
大吉流城市中心，差不多逐天拢有民众摕乌名关天的标语，大声喊要替受害者讨回公道。警察局表示，目前专案已经进入调查，涉案的员警目前当地绑有薪假，职权予人暂停。另外，除非员警予人起诉，安尼无被公开身份。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全世界上好野的人，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之前是买推特9.2%的股票。昨马斯克讲要用新台币1.2兆，甲推特买落来。马斯克嘛一再强调讲，买推特毋是为着要趁钱，是为着言论自由。有分析师是认为，推特的董事会可能会答应甲公司买好马斯克。伫进前收购 Twitter 差不多9.2%股权了后，全球上好嘅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则是直接献底牌，提议要收购 Twitter， 总价值410亿美金，差不多新台币1.2兆。马斯克强调，收购 Twitter 唔是为着趁钱，是要提供大众一个可靠嘅言论平台。This is Musk in corporate raider style looking to own Twitter, and we believe.After many twists and turns ahead in this soap opera, he ultimately ends up owning Twitter over the coming months. 美国证监会的申报文件显示，马斯克提议以1股54.2美金收购 Twitter 的股票，这个金额比13个收盘价悬出13%。只不过偏颇社所引述的知影内情人士报道 ，Twitter 董事会当地考虑要采取行动来保护公司，避免互人并吞，包括着股权变薄、反收购措施。分析师是讲，这个收购提案未来几礼拜会出现一寡问题。不过，真歹有其他的竞争者出现。Twitter 董事会将有可能被迫要接受报价，也是进行卖公司的庭事。If the board says no, as a fiduciary, they'll be eating lawsuits for breakfast. So this is going to force the board to do a strategic process, look for another bid. But this, in my opinion, is the current Twitter story with the clock striking midnight. One way or another, we believe the company is going to be sold. 不过，收购消息公开了后，马斯克则是伫会议中发表示，伊无确定是毋是会当摕到 Twitter， 不过伊会尽力来维持法规所允准的上济数量股东，毋是家己单独的资本。Twitter 估计礼拜四收盘落1.7%，也反映出市场认为马斯克出价只有可能会逢拒绝，也是到尾仔会失败。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再来看咱国内消息咯，伫高雄的三明区有一间国小，一个音乐老师，和家长佮老师指控讲，今年的2月份开始，伊上课拢会用真歹听的话来侮辱学生啊。至少有超过30个家长有这款的反应，家长嘛讲，学校根本就拢无想要改善，因只好找议员来定情。无适当的言论直直出现伫音乐课，甚至阁有人和老师们讲是毋是主管班。这歹听话引起家长的不满，指控老师的讲法伤害到一般学生甲特殊学生。他哽咽的跟我讲说：“妈妈，我拜托你帮我请音乐家教老师好不好？”当着很多人的面这样讲，他觉得就是他很害怕，因为孩子不会、不懂，然后你就这样子辱骂孩子，我觉得这样子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囡仔上音乐课时，和老师用无适当的言论侮辱的状况，家长讲自2月就已经发生。不过向学校反映，老师讲已经在调查，老师也是继续上课，嘛无改善上课的方式，互因决定连署向议员定情。我感受到的是，校方遇到这个案子的确就是以拖待变，那态度非常的消极，造成的伤害绝对不亚于体罚。很多孩子一直到长大都还会去回想，说自己曾经被老师怎么样的羞辱过。人本基金会嘛接到家长投诉，呼吁市府详细调查学校感受暗卡甲追究老师的责任。都还在调查当中，所以后续呢，我们会再依据这个法令的规定来进行相关的程序。教育局长谢文彬伫记会承诺，会伫会期结束进前做出决议。若学校是回应，直接就通报就开始调查，目前结果也未出来。老师继续上课，不过2月就已经派人监课。这个期间无发现老师有不当的行为，为着保障师生的权益，等有结果了后，会有相关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大理一个14岁高中2年的学生啊，腰疼超过1冬，后来医师是发现讲伊腰脊骨歪去哦，某一寡所在断过。这学生啊有参加野动队，有可能是训练造成的伤害。也毋过学校是强调讲，绝对无互学生啊训练过头。
台中市教育局嘛已经开始展开调查咯。野党队的学生伫咧热身训练了后，马上就来做一系列的重量训练，边仔阁有教练咧注意状况，毋过也是传出有学生受伤。台中代理这间国中的野党队有一个2年的学生，顶礼拜因为腰疼甲真严重，就去互医生看，才发现腰脊骨拢着伤走位去啊。塌陷性骨折，那另外呢，在第2节跟第3节有滑脱的现象，同时有骨刺形成的这些现象。14岁小孩还在成长过程，很少碰到这种现象。医师表示，伫14岁的少年囡仔身躯顶真罕得看到安尼的伤势，认为是长期操练过头所累积出来的运动伤害。校方提出影片表示，学生咧训练的时阵，教练甲指导老师拢有在场，嘛会看学生的体能来调整训练，好让学生练习了过头。是按照体育班专长训练课的时间哈，就每天下午6、7节课，教练一定会看情况，因为任何的体育项目的训练，就是不能一直持续的这样长期高强度的训练了。我们自己在贴的话，其实都会有一点的，就是没有那么专业啊。有其他学校的教练表示，目前会当申请运动防护员的学校，就爱比赛成绩有够好，才会当通过审核。对训练中的体育班学生来讲，专业照护是完全无够。台中市教育局是表示，当年拢继续向中央来申请运动伤害防护员。去年也开始另外筹措经费来协助我们学校团队的一个运动伤害防护员的一个协助。台中市教育局表示，111学年度已经协助29间学校42个运动团队设置运动防护员，未来阁会另外找找经费，加强预防运动伤害，确保学生训练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基隆的海洋科技博物馆哦，内底有一个虚拟甲真实结合的水族馆，第3月25开幕。严格所有地方的议员是批评讲，官方无取得展演动物的许可，嘛至于讲有部分的建筑物，阁还未摕到执照就开放。海科馆嘛有做出回应，咱做回来了解。海科馆雕建智能海洋馆，强调有虚实整合实境的水族馆，结合海洋生物甲科技发展，展出超过300种海洋生物，阁有 VR 海底梦刊冒险等等的体验，是教育部推动海洋教育重要的学习场域。不过，时代力量基隆市员陈维忠指出，这个馆25号开幕，但还未摕到动物展演许可，就展出海洋生物，带头违法。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荒谬。作为一个教育部底下的机构，我们可以这样子告诉小朋友，我们都可以就是随意的把动物抓来放在这里，我们不需要申请动物展演，我们不需要依法。我们的生命教育、我们的法治教育是这样子做的吗？议员指出，展演许可后来经过短短2天24号会速通过，一期无顾到动物的福利。但海科馆强调，因不是盈利的机关，依法会当免做展演许可的申请，但有缘展现保护动物的声誉。嘛强调3月25号虽然开幕，但5月3号才是正式营运。教育训练这个是免那个许可的哈。那海科馆是本来就是做这些业务的，所以我们本来是免进去，我们还是要申请，因为我们想要比较注重动物福利这件事情。议员嘛翕影片指出，部分建筑物出现必损，需要谨慎面对安全的问题。另外嘛指控有一搭展示的水族缸，抗议无摕到使用执照的建筑物内底，煞开放民众来参观，又阁是违法。海科馆强调建筑物安全无问题，嘛强调这个水族缸无开放参观，但若有缘有民众进入翕相打卡，是需要检讨现场的管理。记者们曾志成台北报道。来看台北市政府最近制定一份户外体验活动的契约范本，规定讲要办户外活动，拢一定爱有专业的救灾人员加设备，嘛爱强化保险哦，来把关活动的安全。Hello， 熊赞，准备好跟我一起去亲近大自然了吗？让你看一下，这是我的专业的向导证照。专业的向导来带上站参加户外活动，强调举办户外活动应该来配置专业人士的重要性。因为伫去年10月，香溪区古堡潭发生重大意外，造成台北市2个家长还有4个学童滑落水死亡，嘛都显出主办者有替4个学童保险，不过却因为无满15岁，无法度来得到身故金理赔的问题。不可能一个孩子自己买一个旅行平安险，而大人不需要买。这个也是将来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是你在小孩子买旅行平安险的时候，你要顺便问一下有没有大人陪同，大人是不是要一起买？
为着要避免再再来发生虎豹潭这款类似的悲剧，台北市参考国内旅游制定的客型化范本的规范，大声来制定户外体验活动契约范本，要求业者举办户外活动的时阵，除了配置专业人员，还有配备，还有爱强化保险的部分。台北市户外体验活动契约范本里面就有要求，业者必须要注明有没有投保相关的责任保险。如果有投保的话，还要列明保险公司的名称、险种以及保险金额。消保官强调讲，有真侪民众参加户外活动，拢无得到充分的保险资讯，主办单位嘛无投保相对应的保险，所以就特别提醒民众参加活动的时阵，会当参考这份契约的范本，和主办单位签订符合实际需求的契约，来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第二大风景区莲池潭哦，本来就无水源，拢爱靠雨水来欠水哦，所以底下的水是愈来愈少，拢特别大颗颗咯。当地民众跟环保团体是真烦恼，讲若是底下无水，会去影响到观光的品质，水质嘛愈来愈歹哦，嘛去影响到附近的环境，所以呼吁市政府应该要想办法来改善。高雄莲池潭的地标灵虎塔原本应该四界拢是水，即马边仔煞变做一片草埔，就伫个草埔甲莲花边仔行来行去。莲池潭是高雄游客第二座风景区，但这几年水位一直下降，减了至少1公尺，造成潭边的土拢现出来，发出草啊。旁边这些不是浮萍哦，这边已经是长草，它整个是泥土都露出来了。那正常来说，我们的水位大概是会比现在再高1公尺左右。哦，那因为这个铁路地下化之后呢，它产生一个断流，所以整个莲池潭变死水。环团表示，原本莲池潭的水源来自泽公新圳，对纵贯铁路下开暗水道流入来莲池潭，但怀疑可能是因为铁路地下化工程，这段暗水道造成活水无法度入来，但会使靠雨水，死水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唔但影响到水上活动甲观光，嘛可能影响环境。端午节快到了，划龙舟以前都有在这边划，现在疫情关系啦，不然这么低怎么划？水位降低，水质的问题啦，哈，水质问题，那因为会影响一点那个环境卫生嘛，哈，总是会长一些蚊虫嘛。环团甲当地居民呼吁政府赶紧解决死水佮有水质的问题。水利局表示，泽公新圳的农业灌溉回归用水，因为最近水位较低，所以无法度引入来莲池潭，来赶紧启动抽水作业，将附近半冰山的山沟甲地面用水抽来莲池潭，解决大考的问题。记者陈焕宇、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台南的六甲有一搭金针园哦，拢红蛋黑白蛋真侪粪扫，也毋过后来发现讲，受人租这个所在来放一寡废弃物，佮讲因是咧堆肥，目的是要来改善这个土质。也毋过环保局是认定讲已经违法，嘛有已经要求都市发展局去处理咯。为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一包一包白色的物件，放伫台南六甲的一个金针园，数量有到100外包。台南社大环境小组最近发现讲，台南六甲一个金针园，放弹大量的塑胶废弃物，内底看落哪像是物仔的物件，而且是拢袂烂迄种。环团烦恼讲是违法的业者黑白蛋的，搁较惊敢会污染附近水头的水，所以向台南地检署检举。如果它真的是属于那种棉花的话，不可能会这样丢弃在农地，因为它会非常贵，它很贵，很明显的这是属于可能纺织厂类的废弃物，所以这些纤维顺着下雨的时候，有可能它会四处跑，然后就跑到了水，然后顺着这些水跑到农田，跑到海洋，最后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针对这点，台南市环保局表示，顶个月28接到电前，就随去稽查，确实伫现场发现真侪物仔。落尾手环保局进一步来了解，这个物仔是为纺织公司来的，而且是已经无法度搁使用的物仔。台南市环保局嘛认为讲，这个黑白蛋的人已经违反事业废弃物清理法。那我们再去循线调查之后，发现它来源是来自某纺织公司所产出无法使用的棉絮。那由于未领有相关的清除处理许可文件，我们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41条及46条第4款的相关规定，全案函送地检署侦办。另外，有关租这块土地的人讲，伊要野肥来改善土壤，农业局认定讲，这块土地无符合农业的用途，已经违反都市计划法，而且都法局罚6万至30万，买甲土地整理好势。记者综合报道。
云林的岛南有一间环保科技公司，12暗发生火灾哦，也毋过火是真紧就拍花。这个工厂有真侪回收的塑胶原料，所以污染了真严重。环保局已经先开出空气污染的罚单哦，嘛佮针对工厂有真侪违规的项目，要来做处罚。来到云林岛南这间回收塑胶的工厂，边仔一地一地拢是无碍的塑胶，业者爱先分类，才决定制作塑胶粒仔的原物料转卖。不过12暗时，却因为设备处理不好势，得回收。那我们当下先依空污法32条的部分来做一个采罚，因为燃烧的过程当中明显的产生粒状物污染空气了哈。那13号一早，我们有进场做深度的一个稽查。云林县环保局表示，经过稽查了后，发现这间环保科技公司回收塑胶的数量甲申报的无同款，而且现场囤塑胶的所在嘛甲当初核准的无同位。另外，工厂内底阁有2台处理塑胶的机器，嘛拢无摕到设置甲操作许可。整个收缩量的这个部分明显的是有一个差异性我们也已经函文业者先起来做个说明。另外，针对他厂区为申请设备这个设置许可的这个设备元件这个部分也要立即来做补申请的动作那在一切都还没有改善之前，我们是禁止他继续收取原物料的。环保局表示，经过稽查，这间公司有真侪项违规，已经按照空气污染防治法甲废弃物清理法来告发，嘛要求工厂要赶紧改善，若是无处理，会阁连续来告发。而且这段期间嘛未当阁收任何的塑胶原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的美和仓库，顶个月因为火灾嘛因为臭味一直互检举，也毋过说拢无改善。桃园有市议员今仔日质疑讲，环保局想要暗砍这案，也毋过环保局是强调讲，这间公司计价嘛已经罚款600万咯，也毋过敢要判定讲是公害，就爱去等待火灾的调查结果。美福清运20天跳票，臭味也是一直闻出来，毋那在地人挡袂牢。桃园市议员15日在议会召开记者会，现场放送伫街仔路访问民众的影片。民众讲，规个环境是臭嘎嘎，连一句实例都无。希望空气紧恢复，才会当正常生活。现在是酸臭味，然后尸臭味。又不是1-2天，已经1个月了。吃饭的时候是最受不了，东西打开都那个恶心的味道，林可到里面都发炎了。郑文灿市长来这边站1个小时就好。我们完全都没有收到任何人去道歉。在地议员嘛要求环保局爱出面，因大声抨美福清运跳票，连公害赔偿嘛变作是回归方案，质疑市府环保局准备要结案。居民的安宁权受到损害，我们要求的是赔偿，不是随便发一些钱叫做睦邻。精神慰抚金，它其实就可以落实逐户赔偿。那至于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公害，它当然是公害。针对美福火灾有啥物事件，环保局表示，目前已经甲美福罚600万。另外，爱等火灾的调查出来，看敢是人为的因素，才会当判定敢是公害。公害纠纷的调解需要双方合意，才会当成立。空气污染的部分，就是用最高罚了500万，然后事业废弃没有依照如期的清理完毕，就100万，然后要求他以后如果14天内没有再完成，就按次处罚。环保局强调讲，目前上较重要的不是罚款，是要业者赶紧把这废弃物清运完成。嘛讲到美福6楼臭气的物件，还阁有3000栋，目前已经有协调10几个清运公司，先来赶紧到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发展委员会伫3月底公布2050净零碳排的路径图，在新能源的发展要增加到6成到7成。国发会主委金明显是表示，这是国际的标准，咱台湾嘛必须对着世界的脚步。经济部长王美花嘛强调讲，目前嘛正在准备咱国内头一个地力相关的法案，望讲会当利用台湾地力的资源来开发新能源。透过氢气发电再利用机制，提供半导体等产业零碳排解决方案。工研院新创一种废的金属，加做回收氢气的材质。经过半导体的制成，用出的氢气大部分拢是排掉。工研院研发纯化回收的技术，把氢气回收再利用，而且过制造了后，加做氢燃料的电池，创造氢气的热能。每一年还会让另外提供几千万度的电给厂区。把模管的技术，把淤氢收集回来之后再做纯化，回到制程再利用。除了新的能源，还有省电的新技术。经过资料中心的主机需要24点钟伫放，因为惊机台伤小会故障去，拢爱吹冷气，而且室内温度爱控制伫18度至25度，是真了电。工研院研发一种新的技术，叫做浸水式降温的技术。
甲机器直接浸伫咧钙电液内底，也就是降温的化学液体内底。它可以让一台电脑或伺服器泡在这所谓的液体里面，那这个液体就是所谓的介电液哦，比传统的散热方式可以节省40%。有关2050要达到净零碳排目标，国发会设定再生能源占比的目标，会有关到6成至7成。外界认为讲是真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国发会主委龚明鑫认为讲，关键省能源的技术，乃当伫2030年扩大来应用，不定就有机会会当达成目标。氢能的部分一定会发生，比如在2030年那时候呢，就可能有低碳的氢能的一些发生。那到了2045年的时候，这个数量就更大了。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里面呢，要来定专章，第一个从探勘再开发呢，要怎么做？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2025再生能源2成的占比可能会跳票，主要是因为台湾较慢开始做。不过最近这几年真积极伫咧发展绿能，国内太阳光电甲离岸风电会当欠电的量已经超过日本甲韩国，会持续向2050 6成至7成的目标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这几档过来将是件电子烟哦，其实电子烟并无合法。昨日法院有一家公听会，社会各界是有共识，按时要甲禁烟的年岁提悬到20岁，嘛要来扩大禁烟的场所，嘛拍算讲要严格来禁止伫网络卖电子烟，嘛要来加强处罚。民间团体伫美国16岁少年囡仔食加热烟了后，肺部严重损害做例，指出国际上有真侪资料明确显示，电子烟甲加热烟的成分危害健康。加热烟的毒物含有汞，这是重金属；有甲醛、乙醛、亚硝胺，这是致癌物；有铅，这也是重金属。这些重金属跟致癌物在电子烟里面呢都找得到。它每几年更换一次。现在 WHO 的网站是93种有毒的化学物质。新型的烟草电子烟甲加热烟，过去因为无法源依据，互袂少家长真烦恼。即马伫咧烟害防治法内底列做是类烟品。立法院13办修正案的公听会，针对提悬禁烟的年岁到20岁，扩大禁烟场所到学校、幼稚园和托婴场所，各管市安怎稽查无经过健康评估的烟品输入、销售、广告等等7大重点做讨论。行政院各部会呢也会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那么包含由经济部来配合禁止这个电子烟的输入，那么财政部呢、财委会、交通部呢则会定期的去查扣电子烟，建立电子烟的这个样态监控。事实上，大家对于修法的这个部分其实还蛮有高度共识。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就是像可能在新类型烟品的这个部分呢，怎么样后续的这个管制跟管理，大家也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烟害防治法顶届修法是15年前，这个修正案在3月7日已经一读通过。卫福部强调，未来会加强下部会稽查甲宣导，条文内底也严格禁止伫咧网络卖电子烟。所落来就等立法院逐条审查，民间团体希望这会期就会当通过。记者阿明金、曾泰文台北报道。嘉义市政府林务局甲林业试验所最近伫鼻仔头食物园试种100多丛有味的食物咯，嘛望讲当鼓励校园嘛做伙来种，增加蝴蝶甲芳的生态环境。囡仔甲林业试验所的老师做伙甲知影花卡拆掉，准备要来种花，希望会当吸引尾叶、产业也有芳。或这个食物园有丰富的生态环境。那这些树种有多种功能，比如说它在景观上面，或是以及这个它也可以提供昆虫的蜜源哈，比如说吸引一些蝴蝶到我们的这个植物园里面来哈，那增进这个环境的多样性。1908年设立的鼻仔头食物园，早前是种大陆上的实验苗圃地，今麦加做树仔仔培育场所，嘉义市政府配合林务局甲林业试验所，开始伫遮种一寡有味的食物。要来丰富家的生态。这次的我们种树的目的，也就是跟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生态系、整个生态链来结合，这是我们一个生态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我们的课程安排其实也有生态，也有树木，所以小朋友可以就近来到这边其实当做一个校外教学。林业试验所讲。台湾食草食物会当互尾仔采蜜，佮会当成做刺毛糖的食物。希望会当为遮开始，除了丰富园区通化的生态，嘛替市内各中小、会区会当做伙来种的知影。
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台湾一档制作将近1000万吨的粪扫，喷到50万吨。这喷安怎循环再利用？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台记台青春咱的网的节目，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桃园的龙潭，有一群少年人，因利用微生物来处理喷哦，互喷会当个发挥价值。咱做回来了解。看到这规堆尿尿两个桶，可能袂少民众毋是感觉着惊，都是强迫冰白。毋过对技术绿色科技这间新的公司来讲，这笋塘是因循环经济重要的军队。就在大学的时候啊，有一门叫做文化与环境创意产业。那我在搜寻过程中就发现黑水虻这东西是可以解决台湾现有的厨余问题。笋塘是一种会食烂去的有机物的糖拖，本身有真强分解有机物的能力。目前外国已经有真侪企业开始在做饲笋塘的计划。陈中武嘛伫咧桃园，甲一间无人伫咧用的家条组起来，加做伊梦想的基地。这种所谓的低碳排放的物件吼，全世界拢是在走这一方面。你台湾你袂使置身事外啊！咱有法度这种本来是爱开钱啊去拼单调面行甲做最后的这个利用吼，这个概念是还袂歹。目前台湾饲笋塘大部分是用来处理豆粕甲喷，其实笋塘循环经济的价值毋但安尼尔。我看到污水处理厂处理所产生污泥的问题，一直无法度解决，所以我想要来试看卖啊。阮甲部分的饲料换做黑水虻，阮的感觉是人有较济一寡，有较大粒一寡。伫台湾饲笋塘算是打开始，真侪研究数据还无够完整。伫推广的方面，虽然是拄着袂少困难，毋过面对未来的市场，陈中武用伊家己的经营理论来面对甲解决问题，创造属于因的绿色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社会国家树艺海化上大的都市阿比省，才有真珍贵的树林。为了要保护这片原始的树林，袂去受到破坏，当地政府规起着起围墙，要甲树林围起来做管制，全长大约是10公里哦，嘛无要互一般民众凊彩出入。工人正伫咧做这道墙，是沿着板科国家公园的墘伫咧起。另外一边就是象牙海岸上大的城市阿比省，全长差不多10公里。当地人讲，这是非洲版的长城。生态学家讲，这道墙正重要，因为伫咧过去50年，象牙海岸有8成的林地已经消失。阿比省6年来人口增加，向外扩张侵蚀36000平方公尺的林地，管理落去国家公园正危险。You have the nibbling of boundaries. There is urbanization, new neighborhoods being created that tend to encroach on the park. Hence, the idea of erecting sections of fence to protect the land base of the park. 环保团体讲，3400多公顷的板科国家公园内面有30种濒危植物，伊是阿比省600万人口的绿系。保护这片森林，会当净化空气，会当调节降雨量，提供稳定的饮用水源。严格附近地了民众偷走入去触查、拍蜡，甚至等焚晒引起火灾，对公园造成正大危害。当局拍算伫咧这道墙起好了，派机动突击队24点钟久保护公园，看是毋是有人走入去。虽然维护这片珍贵的林地要开正侪钱，严过也有正侪民众支持。Without this forest, today we would have many sick people in Abidjan. It captures all the carbon dioxide from factories, cars, car fumes. We must do everything to preserve this forest. 保护林地这道墙会伫咧3个月来起好，当局希望到时会当吸引更加侪人来遮使新鲜的空气，或者是使用当地80公里长的自行车道，促进观光发展。像阿比省这种有缘保护原始森林的大城市，全世界只敢剩2个，另外一个是伫巴西里约。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这2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天气会较凉冷哦。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拢会落雨，台南以北哦，阁有空旷地区嘛有可能风会正透，请民众都爱特别注意。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
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